金曲歌王费玉清即将封麦，8日晚间举行第1场告别演唱会，对歌迷犹如震撼弹。这是费玉清在台湾的第172场演唱。小哥出道47年，他笃定宣告封麦后不会再复出，也感叹封麦之后未来日子会很寂寞彷徨，在台上数度哽咽落泪，演唱会一度中断5分钟，让台下歌迷相当不舍。一身粉红色西装，小哥费玉清以邓丽君的经典歌曲《原乡人》8日晚间为第1场告别演唱会拉开序幕。歌手费玉清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，心里头是有很多不习惯与不舍，对我日后的我都会觉得打一个问号。如果真的放下这一支麦克风，我可能会很彷徨。很寂寞的日子在等待着我。费玉清说心情五味杂陈，这是他在台湾的第172场演出。小哥更在台上爱心发话，说会捐2000万元给公益团体。歌手费玉清，这笔捐款呢，其实呢，也是因为各位你们的光临，所以在这里也包含你们的爱心跟参与。我要在这儿谢谢大家，做善事超谦虚。小哥也接连唱了不少经典老歌。台下听得如痴如醉，费玉清似乎舍不得观众，安可曲就唱了1个多小时，小哥也泪洒舞台。歌手费玉清，不管日后有任何的媒体或什么呼唤我再出现，我是永远不会再出现的。今晚也仿佛就是一个永别，谢谢大家。哽咽许久，演唱会一度中断，小哥封麦进入倒数。出道47年，唱红许多经典歌曲，费玉清优美歌声和幽默笑话，让歌迷满满不舍。